早返工，望下邊個開緊窗，夜晚收工，冰室邊個去邊場？阿伯阿婆唔執紙皮殼影相，隨時舉報等住攞幾千蚊獎。隔離陳生買架新車太誇張，樓上黃伯買條鹹魚好鬼香，成條屋井變咗特務嘅戰場，全民篤灰，心跳加速好緊張。5000個鐘差點逼爆咗信箱，查嚟查去絕大多數係爛賬，結果得嗰25宗真係中獎，搞到鄰里關係變到好緊張。人人猜忌真係越睇越荒涼，有人舉報屋內有張按摩床，有人擺真單位變成展銷場，有人唔理仲話呢啲冇影響，嚇到呼雞飛狗走好驚慌。我問就話讀錯其實要受幫，亂咁報案真係浪費咗公帑，依家全村見面唔敢再對望，驚住隨時被人拉住上公堂。昔日香港鄰里守望互幫忙，今時今日唯有利字在身旁，為咗3000撕破臉皮有何妨，揾銀到時到底幾時先解放？獎狀一張哪會家裏掛高牆，但呢份情已經一巴掌打響。有人舉報屋內有張按摩床，有人擺真單位變成展銷場，有人唔理仲話呢啲冇影響，嚇到呼呼雞飛狗走好驚慌。網民就話讀錯其實要受幫，亂咁報案真係浪費咗公帑，依家全村見面唔敢再對望，驚住隨時被人拉住上公堂。3000蚊開心過中咗頭獎，3000蚊多過年尾出雙強，全民篤灰篤到邊個做羔羊，呢手彎角唔知邊個在清場。喂，隔離頭小姐，你今日篤咗未啊？吓？未啊？因住俾人篤埋你一份呀。